另外，伫市区的部分，花莲规模7.1个大地震了后，这是造成市区天王星大楼起灭倒，因为有住户罹难，昨昏经过检察官勘验了后，今仔日会开始拆。因也伫市区的北平街倒去的面体，昨暗已经拆煞，今仔日早起路地随步点加。厝拆掉了后，这公司人员检查讲说，这伫花莲北平街的5楼建物受强烈地震影响，拜四暗时8点半已经拆完。啊，不过大60几年的厝都安尼无啊，互等于现场的住户是真伤心。爸爸晚上都一直念说，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？生活必需品现在就是变垃圾了，我只能说化为乌有。路面清洗了后，已经开放通车。建设处按算拜5早起8点，固定6点加。另外，天王星大楼因为找角度搁增加，加上这住户不幸罹难。检察官拜4早起到场勘查，也请专家坐分推车正心处理暗头加这物件，要调查清楚大楼设计甲结构是不是符合当年法规。最主要是求得它混凝土的一个强度。那至于后续在拆除的过程，我们还会着断去保存它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完整性。官府确认天王星大楼拜5早起就被拆掉，机具已经在现场。佮表示目前建物的稳定度也算有够，6.5上下了。那稳定度的部分是足够的，所以我们明天会从最上面那一个基地台那边开始试拆，然后目前会在连夜把立祥这一侧的那个施工的帷幕先做好。拆除作业由于大楼顶向下卡拆，当中已将民众无受破坏财产交由警方提供民众认领，不过因为安全考虑，未开放予住户进入大楼提财物物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